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张文启前贤，回向于张文启前贤，祈求诸天仙佛菩萨，祈请诸天仙佛菩萨调节病患者与他所有情众生，了解病患者与他所有情众生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身心健康，不会增长，身心健康，不会增长，助其减轻病痛，助其减轻病痛，病魔折磨之苦，病魔折磨之苦，得以早日康复。得以早日康复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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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谢谢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好，感谢淑萍前贤为我们导读。感谢前贤慈悲，感恩各位前贤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